港交所就優化手數制諮詢市場，建議將每手股數減至8種標準化選項，最少1股為1手，一手最多可以1萬股。今年初嘅財政預算案提出港股手數改革，港交所推出諮詢文件，就優化香港證券市場每手買賣單位框架提出建議，由現時40幾種手數單位整合為8種標準選項，最少為1股，最多為1萬股1手。如果實施相關建議，預計大約2成半嘅上市公司需要調整每手股數，例如匯控現時每手400股，唔喺8種標準選項之列。友邦每手200股，日後亦都需要作出相關調整。由於目前交易嘅執行成本已經有所降低，港交所亦都建議每手價值嘅指引下限由現時嘅2000蚊減半至1000蚊。而為咗避免因為價格過高阻礙投資者參與，對於採用每手股數大於100股嘅發行人，將會增設5萬蚊嘅每手價值指引上限。諮詢為期12個星期，出年3月12號結束。港交所話最終希望能夠實現統一每手股數機制。The direction of travel that we would ultimately like to achieve at some point into the future is to move the market to a single board lot unit. What we want to do is provide a board lot structure that allows diverse participation in our market, in our stocks. And, part of that is why we're introducing the board lot ceiling so that it doesn't create a barrier for retail participation in our market. We do believe that more investors would come and that would add more liquidity into our market. 有業界代表對改革表示歡迎，但就認為應該一步到位。或許會有呢啲市場混亂，希望佢哋循序漸進方式啦，慢慢將個交易單位去統一佢啦。就做其當然大家知道嘅一步到位係最快手嘅做法。如果嗰個諮詢咧正式落實咧，可能要花成年時間嘅，所以我哋希望咧早啲落實就越好嘅。投資者去落盤嘅話，我唔需要煩原來有8個選擇咁多嘅，就會簡單啲做到投資嘅決定啦。新框架將會分階段實施。喺第一階段，新股上市需要遵守新標準，選擇標準化嘅每手股數同埋每手價值嘅指引。現有上市公司就需要遵守修訂之後嘅每手價值指引。而喺第二階段，喺無紙化證券市場實施之後，現有上市公司需要喺指定時間之內選擇標準化嘅股數。港交所話正同時研究優化稅股交易機制，以配合改革並提升整體交易效率。無線電視記者盧平報道。